林业署台东分署为2019年开始连续接到通报，讲有台湾乌熊掉伫山猪条陷阱内底，到当有救到7只，放回去山拿。台东分署目前已经和10个部落、100个巡守队员合作，在中央山脉巡逻，要求部落的陷阱要改良，避免甲害无辜的乌熊着伤。林保署台东分署去年8月伫海端乡红石部落发现掉伫山猪条的一只台湾乌熊拉尼虎。暂时甲带去深山野放，拉尼虎是掉伫陷阱，经过照顾了后，无去互袭击野放的台湾乌熊。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，从108年开始救着伤，或者是甲亲人失散的牝仔囝，拢总有7只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甲野训，除了一只离巢牝仔囝，家己走转去山拿。109年野放公园小熊，甲银滨熊猫；110年野放一只坎仔顶熊公；112年野放2只银滨受困的乌熊。加上今年野放最后一只收容的坎仔顶乌熊，拢总野放6只。经过监测，除了去年野放的一只济岁乌熊自然死亡，其他伫山区拢正常的生活。监测记录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也都发现说，它的一个生活状况都相当良好，而且也都没有在往过于浅山的区域来移动的一个状况。台东分署表示，保育台湾乌熊的工作会持续进行，特别是透过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，已经甲10个部落、100个巡守员合作做乌熊的保育，嘛结合部落自主拍蜡管理，使用改良式的蜡具，避免台湾乌熊无细时达到陷阱着伤。它不会因为说它的脚套到之后，就不会说痛了，大家不会挣扎。在尊重原住民传统的狩猎文化的前提之下，能够与部落的族人一起携手来做濒危物种的保育工作。台东分署统计，去年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已经发出46万的奖励金，呼吁更较侪部落会当加入，做伙保育强要长种的台湾乌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